太有神了，头。那他阿姐你过啥呀？你过啥？你过太不错呀！哦，这个全球的人呀，你干嘛播不清啊？打倒啊！我那个播不清啊呀！你这我的仔仔呀，去海人呢。打个唔知攞啲冇得打啦，呢邊嘢不要傾就冇借。有播不清啊！呢邊嘢啲後真係唔多嘅，唔係一路就搞冇借啦。哦，個波啲人冇啲俾學到一路借錢當邊很多多咯。立的那了，嘛，你老赖的那了，知道赖的赖，我什么赖我什么提了，这个都不提的。我那个啥里头。哎呀，那一多不给你的。俺家招父母去的。好了，那路边那有赖那都行了，我家经常自己去的，还还讲自己的。那这人家了就是嘛，說家。多。上菜啊，當年係啊，前都嚟滿嘅，嚟滿啲人夠啊，攞把呢個藥啊。即係我哋估到嘛，俾同佢即係做乜嘢東西啊？後知道落口鬼做冇。啲係啊，你嚟啲就得幾嚟到多咧，我知道攞點解啊？我知道攞點解。啊，做咗啦，企啦。你講不來知道？不來。是吧？你那你就跑啊？我出來。我你頭啦。再小聲，腳蹦啊！腳蹦啊嘛！二嘅最多個，你二嘅。我都撒腳呢。哎呀，不要專門你啊！你撒多了，這什麼嘢就上面的泡呀哈！我蹦。一個錢找到錢找不起啊！做嘅就做嘅啫。我做孬啊！好，加油！啊，對做孬，你講啊！好，快啊！乜嘢都冇嘅。你被我招家了。這個我找3年了。哦，你叫啥嘅啊？剛唔知啦，你攞咩嘢先？係啦，攞什麼攞？攞乜嘢咯？你個書。咩名字都有。沒魚了。好了。好了。這個好嘅，我給他吧，我給。應該可以吧？光皮，光皮，哪裡？啊，再吃吧。怎麼樣？